Salut, Fana,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在上一期视频里，我和大家聊过了 Tuirangan，也就是立足之地或者归属感这个概念。那么这期视频，我想把 Tuirangan 这个概念放在现实里。那么就是当 Tuirangan 我们的归属感、自我认同感是一种语言的时候，它又是怎样的呢？上个星期，新西兰的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就是教育部披露说，在新西兰本地小朋友的儿童读物中，将基本不会使用除了人名以外的毛利语以及毛利表达方法。有一本因为毛利词语过多的儿童读物，它的名字叫 Adam Malay， 因为毛利词语过多，现在已被停印。那么这件事情现在也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多大家的讨论和思考。说到这里，有些人会提出来，那在新西兰这样一个讲英语的国家，提出以全英的方式来推行儿童读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好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新西兰这个国家，有官方承认的成文的官方语言其实只有毛利语和新西兰手语。毛利语是新西兰官方语言的地位是在1987年确立，而第二个新西兰手语也是在2006年的时候正式确立。那么在这里面，英语并没有专门立法并确认它的官方语言地位，而是 de facto， 也就是事实上人们都在常用的惯用语。联系到上一期我们讲的 Tuirangan 归属感这个概念，对好多新西兰本地的毛利人而言，语言本身就是他们的 Tuirangan。 把毛利语从小朋友的教材里删除，不只是教材选择的问题，而是在削弱孩子在自己语言中成长的机会。那么这个新闻也被翻译成了不同版本的中文新闻，在新西兰当地的中文媒体上有所报道。那我也看了一下底下的评论区，其中不乏有人在说毛利人的福利非常好，讨论福利体系如何设计是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但语言权利绝不是福利，而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一项权利。新西兰在过去的法律文件上能给毛利语和新西兰手语通过成文的法律地位，这和给不给福利是两回事。第二种声音是好多来自中国家长，他们的孩子在这里的学校上学，他们会觉得孩子在学校里面学习的一些课本内容中出现毛利语比较晦涩难懂。其实我非常理解家长的焦虑，但是呢，启蒙阶段合理的双语甚至是多语言教学其实是不会妨碍书写，反而可以让小朋友从小认识并熟悉本地的文化以及新西兰当地的多元化社会。那么作为我本身来讲，作为一名生活在新西兰的华人，我是非常珍惜这里的多元化，我会把理解当地文化当作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部分。然而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保持文化的多元并不是削弱某一方或者是某一种语言，而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所有的文化同时出现，共同发展。而且我也相信，当毛利语和毛利文化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得到尊重的时候，相应的中文以及其他移民社区的语言也更容易被看见以及被善待，更能够容纳不同语言的社会，也就是更可以容纳不同文化的你我。那么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见。Ka kite ya呢。